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玉纯，欢迎收看12月12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为了避免明年的大选出现进前选举、一面倒票、一面开票等等严重的争议，台南市选委会下晡特别邀集所有干部进行座谈。会中副总干事强调，为了加速选举的流程，今年台南加增加185个投开票所，将每一个投开票所的投票人控制在1200人。台南市选会因应明年总统甲立委选举，为了让整个投开票过程会当顺利，下晡特别邀集公所的选务人员甲主任管理员，总共190位召开讲座。虽然今年选务无像旧年公投白大选的复杂，甚至出现一面开票、一面投票的争议，不过为了避免有任何的视觉差，更加顶真。同时加速选举的流程，台南今年加增加185个投开票所，同时增加优先投票的贴贴。这次选举呢，因为选务是很单纯，但是选情好像就比较复杂。那因为去年的选举有加上了公投，所以就比较复杂。今年是较单纯啦吼，但是有几项比较跟去年不一样的部分呢，就是对于身心比较不方便的人，会让他们优先投票。因为去年选举的时候，因为排队的人很多，因为加上10个公投案嘛，所以根据这个部分呢，我们就把明年的选举的部分，就在1500个人以上的投开票所，我们就把它分成2个投开票所来进行投票，也让说选民呢来投票不要排得太长，来浪费太多时间。另外，特别是总统的选举，选会嘛提醒选民千万通早手机去投票，爱放伫选务人员指定位置。因为违规的民众除了爱罚款，也砍下1档以下刑事责任。有关于手机的部分，因为在投开票所不能携带手机，携带手机呢，根据那个总统、副总统的那个选举罢免法呢，是需要负刑事责任，所以这个部分呢，也希望说，每个来投票的人不要带手机。但是一定要带投票的3宝，就是投票通知单，还有印章，还有你的身份证。这一点呢，也就各位希望各位选民啦，大家能踊跃来投票。选会表示，毕竟选举就是以办喜事的心情，所以伫投开票的过程，只要不是严重违法违规，拢是大事化小事。希望选民配合所有辛苦的选务人员。台南新闻顾问志林跟采访报道。选举只剩30天，立委候选人陈廷辉也持续有竞选小礼物，要甲民众来博感情。其中1月14号小英竞选完优惠，特别推出含量3000元的弹珠汽水。不过到底东港是要安怎客到呢？陈廷辉先卖个关子，表示讲东港到伊的单位去互动就知影。这款2020台湾爱赢 Love China 的弹珠汽水，敢若sample一个奖价，就引起侪支持者询问。但廷辉表示，这是专门为14号下晡小英竞选管委会所特别设计创意竞选小礼物，充满传统的古早味。民众只要伫单位活动耍游戏，都有机会将汽水砸进去。大家就想说，我怎么去结合更多的好玩的游戏，然后又可以让很多的年轻的朋友或是亲子能够感受到不一样的选举气氛。所以当时候我们的团队就想说，哇，那我们干脆我们小时候大家喜欢的弹珠汽水，是不是可以来一个限量版，把我们这一次2020台湾要赢的元素全部纳进去，然后呢，我们又增加了一个 Love Taiwan 爱台湾，因为我相信
这一次的选举非常的重要，是一个台湾关键的选战，所以我们必须用着爱台湾的心，让台湾要赢的一个坚持，然后继续陪着蔡英文总统，陪着民进党战到最后。立委候选人陈廷辉第二晚陈义珍的陪同，对来发表含量3000元的弹珠汽水，要为选举加添趣味，回忆囡仔时期的美好以外。另外，要伫园游会甲民众分享的，也有一款以委员网架造型为设计助理，当中同款有侪创意卡数，要陪伴你2020年归档。我们在这一次园游会的当天，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活动，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来加入这个陈亭妃的官方单一互动 LINE。然后是1对1的，所以只要当天呢，有扫我们的 QR code， 那我们在 LINE 里面就会有一个这个兑换券，你只要再打进2020我们的通关密语，那么呢，我们就会有一张兑换券，然后你兑换券来就可以那个获得我们这一本我们2020的一个菲菲姐姐的年历。那菲菲姐姐的年历这一次很特别，基本上没有什么这个政治的一些意向在吼，全部就是能够把这个会议中啊，然后把我们这个在整个在位置上的状况，刚好也可以利用这一本我们的年历把它凸显出来。选举只剩30天，立委陈廷辉持续推出竞选的小礼物，要来销送，甲民众博感情，重点嘛希望到选团为选情加温。台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新台病院伫旧年由中央核准设立老人病院以后，未来台南将成为高龄长辈健康照护的示范甲教育中心。所以为了培育长期照护的人才，新台病院也特别甲台南护专签约合作。伫新台副校长张俊安的见证，新台病院甲台南护专正式签订合作协议，未来将伫个人照护顶面进行合作研究、资源共享甲人才培育。特别的是，未来新台将规划老人病院，伫长期照护等相关产业的服务，拢有真大需求，所以两个单位联手，才是要共同落实台南在地老化。能够见证这个国立台南护专跟我们成大医院呢签一个建教合作的一个模式，那我相信能够让更多的护专的同学，他们毕业生将来在我们成大的医疗体系里面工作跟服务，我想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我想里程碑呢，我们将来在成大医院将来也会盖一个老人医院，那这老人医院里面需要许许多多的长照的人才，那护专里面呢有长照科，它这些能够提供我们将来这些人才呢在医院的服务的一个机会，也能够因为成大医院是一个医学中心，这方面的人才呢稍微是比较短缺的，像我想能够截长补短的，相互合作呢，能够达到更圆满的一个地步。这一次有机会能够跟成大医院来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合作联盟签署，其实对我们台南护专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虽然我们过去一直以来其实有非常多的学生在这边实习，然后我们历届有非常多的这个台南护专或是当年台南护校的杰出校友，其实也都是在成大医院服务。那过去其实就已经有很紧密的关系。但是呢，透过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合作联盟的签署，我想我们可以在很多共同合作的面上面更为正式。那尤其未来我知道就说我们配合政府的这个长照的规划，以及成大医院在未来成立这个老人医院，或甚至呢搭配整个国家的政策，那推动长照园区等等。这样子的一个部分，那我想在我们护专的合作的这个部分，其实可以看到，因为在护专除了过去我们历史悠久的护理科，过去的这个台南护校，然后现在的台南护专，在护理科台南地区护理人员的培育上面，都是非常的一个优质的重镇之地。新台病院除了坚守医学中心的责任，提供完善的医疗服务，嘛持续甲地区的医疗单位合作。
现在各家专业的护理等较好为基础的台南护专签约，双方表示未来将更加密切的合作来较好市民的需求。台南新闻管及林根采访报道。伫大学教册老师黄琼仪，因为看到《冰雪奇缘2》这部电影，主角面对困难挑战无放弃的精神，所以发起冰雪送暖公益活动，要邀请到世界罕见疾病小朋友做伙来看这部电影，而且也举办记者会，希望邀请更加侪善心人士共同加入。会使看到每一位打扮成为公主模样的小朋友，因的眼中是充满欢喜。其实因拢是为了宣传这个冰雪送暖的公益活动，这是由着伫大学教册的老师黄琼仪为弱势的小朋友所发起的募资活动。伫11号正式来启动，要来透过众人的力量，让弱势家庭的小朋友会使到电影院看电影，学习电影当中面对挑战无放弃的精神。很多人问我说：“琼仪老师，这到底是什么单位啊，或者是什么组织啊办的活动？”其实我要很骄傲的跟大家说。真的不是什么单位、什么组织来做这一次的活动，因为新媒体的时代，其实不是像我们以前一定要什么组织啊才可以来做爱心，其实每个人都很有爱心，对不对？对，真的。所以你知道，当我在11月21号看完《冰雪奇缘》第一天放映哦，我那时候就心想，这么棒的电影，我一定要让很多小朋友也可以来看第一轮的电影。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看电视啊，什么。贾静雯又带着2个女儿去看，都穿公主服，对不对？我想很多弱势家庭的小朋友，还有罕见疾病的小朋友，其实他们也都很希望可以走到电影院里面，穿着漂漂亮亮的。记忆真的是一个很珍贵的东西，所以我才想说，这次一定要带小朋友进电影院来看这个电影，然后同时集结大家的力量，让他们知道很多人站在他们旁边，他们一点都不孤单。这届参与的单位有真侪拢是黄老师的学生，虽然无大企业的投入，但是老师相信透过大家的爱心，一定会使让小朋友感受到社会的温暖。老师也欢迎想要参与这个活动的单位或者是民众，会使到一份礼物的网站来了解。我们这一次呢，全部都是透过个人还有自行创业者，我们一起来举办这一次的活动。那我们希望可以带很多需要受到关心的小朋友，像是比较弱势的家庭啊，或者是罕见疾病的小朋友，他们可能比较不敢自己到电影院里面来观看。我们这次就用包场的方式让大家可以一起进电影院来观看。那我们也欢迎所有的市民如果你觉得想要加入我们的活动，或者是你想要当天跟我们的小朋友一起来观影的话，也可以上我们的一份礼物的平台来留讯息给我们。那我们都可以让大家一起来参加这个爱心的活动，一起来分享温暖。活动将会伫明年1月4号来举办，到时阵将会带领小朋友做伙来看《冰雪奇缘2》，同工也将会帮因西装打扮，留下美好的回忆。要让小朋友知影，因的身躯边有真侪人在帮助因、陪伴因。但是文国采访不得。叶坤姐马上登来新闻现场。你们知道怎么防治人口贩运吗？首先，我来告诉大家什么是人口贩运。有要出国旅行的以及外来人口，要加强对自身权益的认识。发现可疑的地方要检举通报。移民署跟司法警察会持续巡逻查缉，民众可以跟他们举报。抓到你们了！我们跟全世界的正义伙伴都会不断努力，粉碎人口贩运集团的恶行。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
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顶个月，林志玲伫台南举办世纪婚礼，成为热门的话题。台南一间文创商旅看准这波风潮，伫开幕期间顺势推出志玲花架小旅行，大数特种的行程，要让消费者享受名气顶级的体验。由建商起家的文创商旅，经过3档低调试营运后，终于伫咧12月12号这天正式营运。精彩动工来了，真侪旅馆业、建筑业以及地方士绅等贵宾共同参与，作为见证这个时刻。三道门建筑文创旅店正式开幕喽！现在都重视轻旅行，我想轻旅行重视的就是能够更有特色的一些这个旅店，那这个饭店的一个布置更有特质化，然后更有不一样的风味，这都是年轻人喜欢的。来到这个地方应该都非常的舒服。我想一个特色是一个业者他必须要就是营造的，然后我们踏入了这边，事实上我们感受到它的特色存在。现在都很流行这种轻旅行呢，可以说呢，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好，那在这边祝福我们今天的我们活动顺利圆满。开幕期间，文创商旅业者嘛推出志玲花架小旅行以及电视剧100清大数特种的行程，吸引追星族的目光。三道门建筑文创旅店呢，从2015年12月19号试营运第一天，到至今也将近4年了。那选在2019 12月12号的今天来正式的开幕。那么会选择在这个节庆的来开幕呢？这4年当中，我们历经了所有市场的考验以及淬炼。那坚持着母公司3叶楼建筑客制化独一无二的精神。每一间房的设计都是不一样的哦。那第二个部分呢，在软体的部分，所有的团队也秉持着专业、服务、细腻的热忱。那么我们也累积了许多的忠实的客户群。那所以呢，再结合我们都知道志玲姐姐前一阵子选在我们台南古都作为一个花架的一个盛况，所以呢，我们也结合了这一次花架小旅行的这样的一个专案，再结合秋冬补助，那希望营造在三道门建筑文创所采取的管家精致的旅行端，能够带给所有消费者一个不一样的古都风味的入住体验。文创商旅选择保留老厝的特色，每一间大房设计拢无同，而且使用大量矽脑机以及顶级家具，也做出甲其他旅馆无同的大房体验。开业以来，也得到真侪文青人士的推荐。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台南邮局每当岁末拢会举办祖先关怀活动，今年邀请到2家指定甲会赢的社区长辈来展现在地舞出健康。透过活动，希望号召更加侪人做伙加入关怀社区长辈的行列。台南邮局举办的“由爱出发”年终送暖活动，12号上午伫台南邮局大礼堂登场。活动邀请到市府社会局、区公所、公益团体以及社区长者参加，并安排两家区、指定区以及会赢区的社区长辈来展现在地，让社会大众会当看到长辈的活力。中海邮政公司为了关怀独居长者，那特别于今天12月12号，同步全省19个责任中心局一起举办“由爱出发”寒冬送暖的活动。那我们台南邮局呢，配合我们总公司的活动，也特别在今天邀请了很多的独居长者他台南地区的包括左镇、龙崎、下营的长者一起过来在这边。那今天我们的节目非常丰富，有一些长者的一些健康秀就是一些苦练多时的一些活动表演。
还有呢，就是说他们也会准备一些他们的特色风味餐。那等一下呢，除了我们做一些活动以外，我们也说在结束的时候，大家这些长者能够享受他们美味的餐点。受邀出席的台南市社会局主董，除了感谢台南邮局先进企业社会责任的付出，另外嘛呼吁社区民众会当多多利用台南市2间食物银行。我们就给我们的弱势户他点数。就有点类似钱一样点数，然后你到我们的食物银行就跟超级商店一样，超级是那个便利商店一样，里面有洗发精，有甚至女生的卫生用品等等都有，他就拿那点数去换他所需要的东西。我想这就是我们台南市政府现在在黄伟哲市长主推的食物银行最大的意义。台南邮局今年的社区关怀活动，早至11月底。已经达到6213人次，并多处成立偏乡举办活动。未来嘛会秉持着社会责任，持续办理关怀活动，让邮局的爱心会当清理社会各个角落。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肢端肥大症是一种罕见疾病，病人可能会有身体无正常的肥大，或者是精神的状况。如果无赶紧治疗，可能会造成心血管疾病、甲关节炎等等的状况。平均监护就诊的时间是5天至7天。基美学中心就提醒民众爱多加注意。一名男性是因为心悸被送到基美学中心的急诊，经过检查发现是一种叫做肢端肥大症的罕见疾病，因为伫脑内面生了肿瘤，所以影响了心脏激素的分泌。这种病症上明显的就是患者的身躯会有无正常的肥大，或者是精神的状况。也因为病症的无明显，所以常常互发现的时阵，拢已经延误就医5年到7年。后来也会影响患者得到高血压，或者是糖尿病等状况。医生也提醒民众爱多加来注意。它是会让这个软组织，就是像我们手啦或脚这种软组织，它是慢慢的变大，还有轮廓会慢慢的改变。所以如果说你是每天跟他在一起的人，你可能看不出来。因为它就慢慢来啊，你也看不出来，所以通常会被延误诊断啊。但是当你看过这相关的表现之后啊，其实你看过一些相关的一些文献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没有那么难诊断，只是说你的警觉度要高一点点啊。所以通常临床上面你看外观啊，其实就大概可以猜得出来啊。当然确诊不会只看外观啊，还是要靠那个抽血的数据，所以这个还是需要抽血来做确定诊断。那最后还是需要做影像学的这个分析啊，像说做这个核磁共振啊。或断层扫描这一类的一个检查，才有办法知道它的这个数据，它的大小是怎么样。这个病症的治疗以着手术为主，但是手术后也需要长期的追踪。如果无及时的治疗，也有可能造成患者的平均会寿减少10年到15年。我们刚刚讲嘛，因为他发现的都比较晚，所以有时候肿瘤已经很大颗了，你才知道。这有时候其实在开刀上面的干净度上面就会比较不太敢开得那么干净，因为怕会伤到其他的一个组织。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就需要用内科药物去做治疗。所以我们在临床上面有一些病人的确要一直是使用这个药物去治疗这个肢端肥大症，但是也有一部分的病人，事实上他其实很 OK， 他就是治疗过后，后来持续追踪，也不需要用药，他的指数都在标准范围内，所以也不见得一定每个都是要这样子做。其实最重要的是要做持续的追踪啦，因为这个追踪才会知道他的状况是怎么样。也因为这个病症会造成患者的外观无好看，影响因的自信。所以，基美医学中心也特别规划这个小型的肢端肥大症的展览，希望让民众更加了解这个病症，同时也帮助患者建立自信。台南新闻郭博仪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侪云的天气，温度20度到28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是8级。感谢你收看12月12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泉，咱再会。